林振昇議員，多謝主席。其實頭先卜國明議員咧都提過嗰個家具同埋設備咧就要用1億2千萬。咁我對比過咧22年科技大學有一個科研樓嘅，咁佢個面積可能仲大過呢度少少嘅，但係佢家具同埋設備咧都係6000幾萬啫。即係都可唔可以講下係啲咩家具同埋設備，即係要個價錢去到咁高啦？咁即係定還是係即係中大可能覺得橫掂都起樓啦，咁不如一次過買多啲設備啊，買多好過買少，又即係俾埋張單政府啦咁所以即係政府嗰個財政嘅運用係咪合適，或者定係還是即係有部分嘅設備其實係可以大學自己負責翻呢？即係我想了解下嗰個準則同埋標準啫嚇，呢個第一個啦。咁第二個呢，就係因為隨住嗰個創科發展呢，即係起呢個大樓都係有迫切性嘅。咁包括即係我哋如果遲啲創科嘅發展，咁即係根據嗰個人力推算，咁可能相關嘅學科喺呢方面都會增加啦，同埋即係非本地生從事創科嘅即係包括啲研究員啊，都個數量都會多嘅。咁所以你嗰個10層嘅呢個大樓其實係咪用盡嗰個地積比嚇？因為中大嗰個空間相對其他大學咧應該係都闊落少少嘅嚇。咁係咪仲有空間可以提升係起高啲？咁長遠係可以夠使用咧嚇？兩方面嘅問題啫。多謝主席。好，兩方面嘅問題。副局長。係，多謝主席，多謝林議員。就住嗰個即係工程嘅一般家具嘅設備咧，喺呢個項目係包括實驗室家具嘅設備啦、資訊科技設備等等，而特別嘅家具及設備咧，就係涵蓋實驗室嘅工作台啦、排風櫃啦、研究實驗專用嘅一啲器材同埋設備。具體嚟講咧，係包括有光波發射器嘅分析儀、光波元件分析儀，同埋係具備一個強大運算功能嘅一啲伺服器等等。咁整體嚟講咧，今個嘅項目裏邊咧，家具及設備係佔工程費用嘅18%左右。咁我哋認為同其他相類型嘅類近嘅工程咧，嗰個嘅比例都係相若。咁議員有特別問到會唔會有其他嘅開支啊預算咧？大學都會自己承擔咧，其實即係將來嘅嗰個嘅使用嘅時候咧，確實有其他嘅設備嘅添置咧，大學都會去運用翻教資會一般去提供俾大學嘅一啲經費咧，佢哋嗰度咧係會去即係去俾翻咁樣。關於第二個問題係講個嘅地積比咧，就中大呢個項目個擬建地積比率咧已經係達到3.174，其實咧就都同其他校園發展嗰個嘅情況咧係大致相若。多謝主席。